风俗语，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门门啊雨落久，土埋淡”。这个意思是积少成多，滴水可以穿石，这是耐心甲毅力的表现。依照统计，2006年统一超商这个严格的爱心捐款超过8000万，2007年超过1亿，2008年就超过1亿2000万，这就是积少成多的力量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上有耐心的星座分别是摩羯座。这款星座的人性地好，真罕的生气，也毋过这个生气就真恐怖。第二是金牛座的人，拄到代志呢，真好吞忍，就算受到委屈，嘛无啥去甲人相争，应该安怎做，伊心内真清楚。第三是巨蟹座，这款星座的人真顾家，心思真幼，毋捌咧嫌晦气，做代志真有耐心。今日讲的俗语是“门门啊雨落久，土埋淡”。